台语我就。上来，用力前面坡下来欢迎许富凯，怕坡下去了。谢谢。快哦！张焕宏呀！全场的尖叫声在哪里？再来这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波浪写才一起唱啊！你敢有听到落雨声？亲像是别人的唱歌。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重，心爱的人甲你相共，哪会到今仔才知影？原来你行到这呢晚，朋友的感情线来风稀烂。失望的心情落地下，暂时的目眶内底讲要惨，予我心肝头是痛几工。不忍心来听看你欺骗的话，莫搁讲遐尼多，找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烧酒一杯、两杯、三杯，当作是笑话。无聊的笑无，今仔我想要讲一想要离开两个，做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困苦一暝、两暝、三暝，醒来自由飞。原来石头踏着轻松的脚步，心酸的人知会。注意保暖。还有我右手边左手边朋友，全场的尖叫声再一次。你敢有听到落雨声？亲像是别人在笑歌。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重，心爱的人甲你相共，哪会到今仔才知影？你行到这呢晚，朋友的感情线来风稀烂，失望的心情落地下，暂时的目眶内底讲要知，予我心肝头是痛几工。不忍心来听看你欺骗的话，莫搁讲遐尼多。我的粉丝的尖叫声在哪里？做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烧酒一杯、两杯、三杯，当作是笑话。无聊的笑话，今仔我可想要讲一想要离开两个，做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困苦一暝、两暝、三暝，醒来自由飞。来石头踏着轻松的脚步，心酸的人知会。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啦！做一个气氛的所在，烧酒一杯、两杯、三杯，当作是笑话。无聊的笑话，今仔我可想要讲一想要离开两个，再次做一个。一暝、两暝、三暝，醒来自由飞。原来就好，踏入轻松的脚步，心酸的人知会。好冷哎！你们很记得让我唱歌哦。好，既然这么快了，那就来这一首《让你更冷清楚的话题》。大家好，我是许富凯，谢谢音乐家，谢谢。这样的叫声有点那个可怕。
好，这样子好了，你们的那个手机的手电筒打开好不好？对，我们全场一起，只要可以闪亮亮的东西，我们就把它甩在天空。最近的各种心着天气在变化，遐尼多做袂完的代志，为着啥愈来愈冷的时机？若是爱打拼，希望成功总有一天找着我。好佳在身边有你遐多，我嘛一人咱嘛袂难做伙事人。输阵虽然即嘛已经是寒天，但是咱的感情亲像热天。若有烦恼，互相安慰。啥物好康歹康，无分我甲你，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谢谢你们，还有谢谢那个看台上面的朋友，谢谢。心情随着天气在变化，遐尼多做袂完的代志，为着啥愈来愈冷的时机，嘛是爱打拼，希望总有一天成功找着我。好佳在身边有你遐多，我嘛一咱嘛袂难做伙事人。输你虽然即马已经是寒天，但是咱的感情亲像热天。有啥物快乐，咱斗阵欢喜；若有烦恼，互相安慰。谢谢你们。啥物好康歹康，无分我甲你，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有啥物快乐，咱斗阵欢喜；若有烦恼，互相安慰。啥物好康歹康，无分我甲你，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谢谢大家。谢谢凯凯，好久不见，倩姐，凯凯好。哇！是他的感情亲像热天。现在是冬天。对啊，我今天现在听这首歌就觉得很热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真的穿太少了。我都变暖男了。是不是？好暖哦！好暖他讲发音标准，不是是暖男，不是软男，我是心软的男人。心哇，真的。哎呦！让我听一下，傅凯的粉丝在哪里？谢谢。好来，我跟你说，讲到凯凯的粉丝啊，有粉丝说2天前就来这里卡位的，哇，在哪里？在哪里？在哪？我在这边。是谁？哇塞！你们都不用上班哦，来卡位，都不用上班了。谢谢他们，谢谢。好羡慕啊！不是，你看他对凯凯的这个支持已经到这么热情的地步，对啊，而且昨天晚上都有人在这里啊，在这边有手这边占位置，然后这里9点关门，他们就先回去，然后第2天一大早开门，他们再进来。哇，真的很用心。有，其实我都知道，因为我昨天跟他们一起排队，也是为了看凯凯。
你最好是来哦。呀！昨天在这边有看到他的举手。好，谢谢。没有。哎呀，真不好意思。来，把握时间，凯凯接下来有好多计划，对不对？对，在明年的2月4号、5号，我会在高雄的卫武营跟我们的长荣交响乐还有我们首席的那个指挥家简文彬老师一起合作。然后再来呢，就是3月、4月。6月，我有一个音乐剧《北中南同学会》，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看我们的演出。对，然后呢，卡斯有赖雅妍，然后还有我谢家健，是蓝钧天，是，对，还有赵咏华、咏华姐等等的，还有一些很厉害的舞台剧的演员。哇，要挑战这个舞台剧也很不简单的，我觉得不断的自我超越，对不对，凯凯？啊，很紧张，我真的太紧张。哇，这是一个新的不同的领域，新的不同的挑战，压力很大吗？非常的大。我教你如何放松压力，就是来彰化走走。我常来。他来的次数比你多很多。我这边可能比你还熟，我跟你说。对。社头啊，园林啊，很多地方鹿港啊都跑过了。南窑宫附近有一个四神汤很好喝，是不是？然后后面那个卤肉饭也那个控肉饭也很好吃，是不是？那等一下这个结束之后，就麻烦你带我去走票去吃好吃的美食。好，没问题。好，绝对没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都快要打到我的那个嘴巴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凯凯唱歌好了。然后不要忘记卫武营，对不对？2月4号、5号，赶快买票去看，值得大家去听听。对，洪一峰宝岛歌王的经典。对，我会演他的经典歌曲。对呀，很棒很棒。来，接下来凯凯唱什么歌？带来这一首很可爱的，大家一定要跟我比这个动作，好不好？对，这个你就会。这个时候听这首歌我最喜欢。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你就会》。谢谢叫我一个许富凯凯凯。来哦，全场看一下你们比的爱心。来哦，我跟你讲哈，今年有比，你们明年会赚大钱。有的是学生，对不对？对，学业会一帆风顺。阵阵风吹啊吹来，南无啊寒，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山。今夜的天星，你一定知影。痴情人思无的心情，犹如是3更半暝的暗暝，乱云来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领月娘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来，双手借我好了。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冷冷归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来情如海。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全场一起哦！你是我最爱的宝贝。今天是跟朋友来的，举一下手看一下，同学的，来，我们互相拥抱一下，来，全场一起互相拥抱，很好，太棒了。那待会宝贝要唱大声一点哦，比爱情唱宝贝哦。是3更半暝的暗暝，梦中来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领月娘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大家继续哦。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冷冷归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来情如海。
小小的温暖的棉竹被，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冷冷归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竹被，日日夜夜为你来这如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大声一点，你是我最爱的。给自己掌声，给自己一个尖叫声，谢谢彰化朋友，然后呢，也谢谢我的粉丝，谢谢你们。OK， 接下来呢，我要唱的这一首歌一样，我希望，它是一首很温暖的歌。你们的手机一样，手电筒继续把它打开，然后呢，给我1首歌的时间，我们把它当作星空一样，然后呢。闪耀着我们的夜空，带来这一首《天涯地的心》送给你们，谢谢。怎么那么会叫？好，圣诞节快乐！谢谢。啊，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对，记得。满天的星，害着我这人会约定。人生路程，就这条路叫做人生。你陪我讲心情，你陪我看风景，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原因。天顶的话，跳过我最人的情话。有因亏，像世间人变化足多。若春秋想要体，定定不是你的。连到脚踏实地，幸福才开花。我行过运命，你伴过孤单。看过繁华，已经变成跳不开的形影。我听你的入心，你爱我这认真，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我听你的入心，你爱我这用心，所有爱。流浪的残忍，拢是为着甲相合的人团圆。今天呢是圣诞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然后呢，也祝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新年快乐！谢谢你们。行过运命，你伴过孤单，咱看过繁华，已经变成跳不开的形影。我听你的入心，你爱我这认真，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画出一张。